台湾师范大学今仔校庆嘛表扬杰出的校友，歌戏演员陈雅兰，正做是师大管理学院头一个杰出的校友哦。伊的老师杨丽花嘛专工出席，陈雅兰是感动到后甜。伊是讲哦，伊望讲会当利用 AI 人工智慧的科技，互传统的歌戏会当突破创新。手提讲座，心情是真欢喜。加做师大管理学院头一个杰出的校友。陈雅兰去年才以嘉庆君游台湾，以女性的身份摕到金钟奖最佳男主角，一届搁一届受到母校的肯定，连文书杨丽花嘛专工报工来参加，让陈雅兰是感动到后甜。我跟随着我的恩师的脚步，他保留传统，兼具创新，他传承给我歌仔戏的 DNA， 所以我会为台湾这块土地努力。我会为保留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而奋斗。陈雅兰伫前几年佫开始做学生，目前已经摕到台师大国际时尚高阶管理的硕士学位。伊嘛讲，希望未来会当甲歌戏甲现此时上界流行的 AI 技术结合，互歌戏行出传统的束缚。所以目前嘛当伫咧找厂商制作，希望会当有合作的机会。我觉得歌仔戏的精髓绝对不能失去，不能因为要创新而走向创新，传统一定要保留。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的坚持，尤其是我的恩师杨丽花，她说非常坚持，要不然就不像歌仔戏了。但是我们会把它运用得非常好，让大家耳目一新。陈雅兰讲，去年嘉庆君游台湾，予电视歌戏的收视年龄少年化。未来，伊除了会为歌戏的传承尽心尽力，作品嘛会做部分的调整，来下少年人的口味，互更较侪人感受歌戏的水。记者林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